各位金融界朋友，我係連少東，喺業界服務咗30幾年啦。今次競逐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，我有7大主張。第一，加大香港資本市場對於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嘅融資支持，推動深化互聯互通。第二，支持數字資產業態發展，推動機構積極參與。第三，推動建設香港國際黃金交易中心，發展黃金產品。第四，呵護中小券商生態，推動定向降低中小券商成本。第五，善用綜合基金平台，幫助中小券商實現財富管理轉型。第六，進一步完善金融基礎設施，提升全行業嘅數字化水平。第七，推動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深入實施，實現區域金融協同發展。我係業界嘅超級聯絡人，12月7號，請記得投我連少東1票，聯手贏未來。多謝。